開放式婚姻實錄，實行咗1年，老婆嘅新歡搏嘢仲好過我。同前妻分開差唔多1年啦，冇錯啊，而家要叫前妻啦。我哋為咗婚姻觀念嗌交嗌到拆天，個個都企硬唔肯讓步，最後散病收場。本來以為除咗家族利益同仔女之外，我哋唔會再傾任何感情嘢，點知離婚幾個月後，佢竟然主動撩返我，話想再傾下當年拗唔掂嘅開放式關係。後來我問過佢好多次，做咩突然轉死性肯同我傾呢啲？佢話始終放唔低10幾年感情。哇，呢個轉變真係嚇鬼死我，搞到我諗足幾晚婚姻呢家嘢。講真，聽到咁答梗係暗爽啦，但個心又半信半疑。佢同一般女人唔同㗎，佢份人好獨立，有感性一面，但做事又夠理性，唔係嗰種會為感情改自己原則嘅人。正正因為咁，當初我先肯放手。佢話要帶走3個仔女，我二話不說怒氣，佢話要晒啲樓，我冇托手踭，仲誇張嘅係，連離婚後啲仔女使費都叫我包底，我都照啃。唔係話我偉大，第一我哋識咗足足17年，第二佢始終係3個仔嘅阿媽，第三兩邊家族利益打晒交錢。簡單嚟講，我哋唔係親人，但親過親人。只不過我始終覺得一夫一妻制根本違反人性，幾十年對住同一個人，悶到抽筋都唔敢出聲，真係頂唔順咯。而家最鬧搞係，我竟然心思想同佢翻撻着翻當初嗰團火。同班死黨呻開呢個心事，過半數都話明我感受，有啲自己都偷食緊，有啲仲教路叫我去玩下，話冇動搖就假嘅。你知啦，男人把口就硬，但個心成日痕痕地。尤其我由細到大都係性慾強果批，呢啲誘惑真係考起人。同老婆啱啱結婚頭5年，晚晚都開足馬力啪啪啪，都唔會腳軟。到生咗細路之後，搞嘢次數跌咗啲，但都頂硬上，都 keep 住1星期4到5轉。點知第6年老婆身子唔妥，搞到差唔多半年冇得做。你話死唔死？對住件叉燒喺面前又冇得食，心癮起上嚟真係攞命。試過打咗無數次飛機，但點搞都係周身唔聚財，卒之頂唔順同老婆攤牌。我夠膽死同佢講，老婆我想搏嘢啊！再咁落去我驚頂唔順要出街揾食。結果咪係俾佢鬧到反轉豬肚咯。你估鬧完我就會收手咩？反而更加谷氣。你話係咪揾嚟搞？我明佢身子唔好，但係我條 JJ 正常喎，點解要夾硬閂自己水口？就係嗰陣開始諗通咗，一夫一妻制根本係大整蠱。如果兩公婆啱尺路就話啫，但萬一唔同步，係咪夾硬要人捱義氣？結婚搞到日日要就住，福利冇仲要貼錢買難受，咁嘅婚姻留嚟托咩？最慘係啲矛盾搞到人兩頭唔到岸，真係一腳踢埋牆都唔知點收科。之後有次我喺出面識咗個女仔，對佢都有 feel。不過我 keep 住清醒，同個女仔講到明，錢、愛情、關心，我俾到嘅都會俾，但名分同結婚就免問。呢段關係我冇特登收埋，結果好快就穿煲。我趁機再同前妻提出開放式關係，點知佢即刻火滾，鬧到我狗血淋頭。你仲有冇道德㗎？當時屋企得2個細路，佢同工人一人孭1個返咗外家。我偷食單嘢瞬間喺兩邊家族傳開，阿爸揾我傾偈，後生仔唔好做戇居嘢，識福啦。我打開天窗講晒心底話，可能因為夠坦白，又或者男人老狗明白男人。最後阿爸冇再鬧，只係叫我千祈要搞掂頭家。呢番話俾咗我啲安慰，總算有人明我諗法。要補多個古仔，其實我同前妻識得都係2家人夾埋，我哋兩族生意拍住上10幾年。最誇張係佢有個舅父仲做過我姨仔嘅第2任老公，結果搞到要2家長老帶住我上門斟茶認錯，我仲要保證會斬纜。之後外父外母氹返阿女返屋企，嗰排我哋算係相安無事。同個女仔分手算係和平收場，佢好識 do，冇扭計，仲話明我難處。
我送咗份分手禮，佢錫咗我一啖就走咗。最估唔到係之後同前妻竟然恢復返正常夫妻生活。但係有時諗多咗，個心似捉爆咗閘嘅水塘，一開咗就收唔返。每次同老婆搏嘢，總係覺得爭啲嘢，買齊晒啲助孕玩具，連情趣內衣都幫佢揀埋，佢基本上都肯試，但係硬係覺得唔夠喉。到最後先醒水，原來我頂唔順嗰種傳統婚姻嘅金剛箍，於是又再揾機會同老婆提開放式關係。點知佢忍完，喊到豬頭炳咁，爆肚話有咗3個月，我仲掛住諗第二個。我急急腳解釋，開放式唔係齋玩女人，係俾大家多啲私人空間同自主權。嗰陣我哋可以做返自己，唔使硬剛老公老婆個角色。老婆當時扯晒火鬧我玩語言藝術，逃避責任。不過見佢大住個肚，費事激親佢就收咗口。但條刺始終喺度，唔通當冇事發生咩？最攞命係嗰排我俾個索到爆燈嘅女仔迷到暈陀陀，心大心細咗好耐，最後都係決定出手。我食咗誠實豆沙包，同佢講明自己結咗婚，話好鍾意佢，想發展高質素關係。搏足幾個月命，點知食白果。最估唔到條女唔知點抄到老婆電話，反手就爆晒料。結果梗係搞到一鑊泡啦。老婆嬲到想落仔，好彩最後氹得返。我同佢講，就算當我係賤男，個 BB 都係無辜㗎。嗰陣佢陀住6個月，夾硬落仔，分分鐘搞出人命，對身體傷害仲大鑊過生仔。後來我問返老婆，點解當時唔索性同我離婚？佢個答案幾抵死，未有一單嘢夠殺傷力令我死心咯。不過最後搞到婚姻散檔，其實係生完第3胎之後，個家越嚟越似老人院，日日返屋企對住同一個畫面，多咗個工人，放工返到去成屋人，細路仔吱吱喳喳，搞到頭都大埋，真係頂唔順呢種困獸鬥嘅生活。有個出咗名玩得放嘅兄弟，介紹咗個前衛到爆燈嘅後生女俾我。條友仲要加多句，人哋開到口話，如果對手夠班，唔介意試床㗎。嗰排同老婆鬧得僵，心煩氣躁之下，真係約出嚟見。個女仔索到鼻唔再講，仲啱嘴型到極。佢話男女都唔應該被綁死，拍拖綁手綁腳仲慘過立監，尤其想有自己空間嗰陣。最正係佢套哲學，啱就一齊，唔啱就散，仲話唔介意人哋結咗婚。最緊要唔好搞錢銀交割，純玩感情遊戲咪幾好。一開波就 feel 到同佢好夾，最正係佢靚女得嚟，仲要屋企有家底。嗰年我35，佢細我7年。佢開宗明義話，我唔諗住結婚，就算結都要玩開放式。我八卦問，年紀輕輕點解諗得咁灰？佢串嘴答，我嘅過去唔重要，最緊要而家夾唔夾到。仲有，千祈唔好愛上我。哇，呢種自信爆棚嘅款，真係未見過有女仔可以講得咁理所當然。估下我哋第一次上酒店做咩？摸手仔、前奏、鴛鴦汽水、綁手綁腳、情趣玩具、角色扮演，通通冇。嗰次我哋齋煲戲，條女拎咗套丹麥3級片《聖戰奇兵》，內容激到核爆，講兩公婆一齊玩換妻遊戲，玩完後婚姻不但冇破裂，仲話搞到婚姻鹹魚翻身咁話。我聽到我晒嘴，第一次見識呢類題材。兩個人攤喺酒店床睇完戲吹水，我忍住冇抽水，連手指尾都冇掂過佢。雖然心入面條蟲仔扭足全晚。我打開天窗講，其實我想同你搏嘢，多過齋睇戲。佢笑住耍手擰頭，今次趕住下一場約會，下次再睇你表現啦。後來真係搏嘢嗰陣，我驚到褲浪都濕埋，驚自己唔夠班。好彩佢完事後話，今次收貨喎，可以 encore。經此一役，我更加肯定傳統婚姻唔啱自己。呢個潮女仲自爆有幾條仔，仲教路話見到心水女仔就追啦，最緊要次次都認真。佢仲話世上有種人天生電力十足，可以同時愛幾個。可能俾佢點醒咗，
我試過同時踩3條船破晒自己紀錄。首先我要認叻，從來冇收埋自己結咗婚，所有女伴都知我有家室兼腳踏幾船。遇到拗撬勁嘅，我從來唔會死爛打，合則來不合則去。我開始接受到嗰位索女嘅理念，同自己和解，我天生就係多情種。你問怕唔怕中招？梗有鑊氣㗎，所以要做好安全措施同定期驗身。呢啲濕碎嘢唔多講啦，重點係想講返同前妻搞開放式關係嘅前因後果，同埋1年後我哋嘅感受。結果梗係穿煲啦。老婆發現我外面咁多紅顏知己，嗌交嗌到拆天。每次我講開放式關係對大家都好，佢就喊到崩堤。最後佢帶埋班仔女返外家，仲叫外父外母用生意合作嚟冚我。其實我知老人家唔想個女離婚，雖然外家家底厚，但老一輩始終覺得完整家庭緊要過一切。最後我直插佢死穴，我中意你，但都中意其他人，份份都係真感情。要我齋對住一個女人，殺咗我啦！我擺明車馬話，接受唔到就離婚，冇氹冇呃。奇就奇在佢冇喊，諗咗一晚，第二朝晨早就約我傾離婚細節。估佢唔到嘅係，離婚後某日，前妻竟然肯同我嘗試開放式關係，為期1年嘅實驗。講明中途唔妥嘅話，可以隨時叫停。搞掂離婚手續，我就搬出去獨居，每星期探2次仔女。老豆老母叫我返歸住，我懶聽佢哋喐，諗住長住酒店算數。點知離婚唔夠4個月，有次前妻趁班化骨龍瞓晏覺，突然問我近排玩得開唔開心。我同佢講，我而家有件幾得意嘅女伴，暫時仲係拍下拖階段，仲俾老婆睇埋條女啲相，佢竟然讚我眼光好，後生靚女，有台型又夠殺食。老婆問撞到其他心水會唔會再追？我拍心口答梗係會。佢跟手問咁你會唔會同條女講？我話我唔會特登講，但平時會滲啲開放式拍拖嘅諗法。嗰日週末唔使返工，我哋終於第一次正經傾呢啲。講開我同女伴嘅狀態，大家竟然冇嗌交。跟住老婆爆肚話去完舊同學聚會，初戀男友約食飯。我問你想去咩？佢反問你係咪想我去？講真嗰刻個心打晒結，睇得出佢心思想去，可能驚我有乜諗法。我鼓勵佢擴闊社交圈，生活多啲色彩都好啊。其實暗爽嘅，識咗17年，正如之前話齋，我哋親過親人。除咗婚姻觀拗唔掂，10幾年嚟和睦多過嗌交。過咗個月左右，老婆話班細路掛住我，叫我得閒多啲返屋企。呢個時候佢自爆同初戀食過飯，傾得幾開心。如果淨係拍拖應該幾好玩，但講到結婚就唔及你啱我。其實喺老婆正式提出試開放式關係之前，我已經 feel 到個勢係咁走。我哋 keep 住感情交流，但各有各玩。之後傾多幾次，終於傾掂數，我決定搬返去住，但分房瞓，對外話和好如初，但唔交代細節。我覺得呢種模式最夾我，與其同兩邊長老解釋啲佢哋唔明嘅嘢，聽到佢哋我不如慳返啖氣。生活係自己嘅，我中意點過就點過。屋企長期請3個工人，務求減輕老婆負擔。講明權責要平衡，我要負責跟仔女啲功課。大仔10歲，二仔7歲，以前跟開老婆，而家連4歲幾嘅細女都歸我管。其實有補習老師同家長睇住，主要係陪玩多。另外公司財政大權交咗俾老婆，佢唔會過問我使錢，但要使幾多必須知會佢。萬一有一日散病，佢會交返個盤俾我。無論點，佢同班細路永遠排第一，呢點佢企得好硬。我覺得咁樣好公道。我同佢唔只係夫妻，直情係最親嘅親人。雖然離咗婚，但喺我心中老婆永遠有個特別位。唔係得把口，實際行動我都做足。離婚時過晒啲留俾佢。坦白講，呢啲都唔係我 care 嘅嘢。正如之前話齋，佢係我家人。更重要係我太了解佢
佢一定係計過度過，深思熟慮先揾我傾開放式關係。傾掂數後，我正式搬返屋企。首先要講，老婆適應開放式關係快過我預期，可能同佢家庭背景同見慣世面有關。加上雖然生過3件，唔講冇人估到佢已經4字頭，唔會誇張話保養到似後生女，但話佢30出頭絕對有人信。最初以為佢難揾對象，仲想介紹佢落 club 識人，點知佢耍手擰頭。同初戀拍過好短時間拖，老婆話想揾返當初拍拖 feel， 點知條友好快開口問借錢，避佢後就冇下文。跟住唔知幾時識咗個細佢14年嘅後生仔，佢話係食飯時被搭訕。原來老婆執靚啲出多啲街，要揾對象都唔係咁難。最搞笑係我提佢小心啲來歷不明嘅男人，佢竟然話我諗多咗，人哋淨係約出街食飯，未去到搏嘢嗰 part 啦。老婆同條靚仔出街密過我返工，一個禮拜至少見一次，次次問佢有冇搏嘢啊，都答未啦，信佢一成雙目失明。呢鋪係我第一次唔自在，發現老婆唔夠坦白。以前覺得一夫一妻違反人性，搞完開放式先知呢套都唔係萬能。同班死黨同之前條索女神，班兄弟大男人主義發作，自己攞嚟衰啦。當初做乜俾前妻出嚟玩，話女人變咗心就翻唔到轉頭，得返個索女話明我，但嫌我未夠班。開放式關係係要俾對方權利，你老婆出街冇瞞你，瞓唔瞓呢啲細節佢有權唔交代。諗盡辦法阻止佢見條仔都冇用，老婆照樣同人玩得開心，睇個勢仲越鬧越埋。搞開放式呢1年，老婆同個後生仔黐埋咗，條仔玩開攝影。老婆特登買埋航拍機同單反，每個月去1、2轉鄉下郊遊，影到成堆相放上朋友圈。有啲唔知頭唔知路嘅朋友仲留言：你老公影相幾叻喎。老婆唔解釋，淨係回個支牙笑 emoji，搞到我心泣。返到屋企我攤牌話唔中意佢哋咁張揚，明知自己唔啱，但就係忍唔住。老婆反將一軍，係咪驚佢條件好過你冇安全感？我口窒窒答唔出，可能真係咁。老婆仲要補多刀，佢唔夠正我都唔會揀啦，我又唔係冇男人唔得。其實佢講得冇錯，日子耐咗我都冇咁掹，橫掂自己都有班女伴，不過偶然仲係忍唔住抽秤嗌交。通常呢個時候老婆就會反台，當初講明邊個頂唔順可以隨時退出㗎，聽到咁講我即刻收聲。玩開放式先知我哋根本兩種人，佢有主見過我，識新朋友最多話我知識咗個咁嘅人，反而我偷體育發作，成日問長問短。有次問佢時唔使我俾意見，男人最知男人諗乜，點知佢耍手擰頭，我知自己中意乜款啦。我反而分享欲強過佢，中意講自己同其他女嘅相處細節，偷睇佢反應想攞意見。有時佢會分析2句。但90%時間都係靜雞雞引完，然後講句笑就算。做得最足係出街會互相報備，驚有危險會設定位，或者俾對方拎約會對象電話。講開又講，呢年我哋都有同床共枕，不過冇搏嘢，似返2個老友記，攬住瞓覺，朝早夜晚溫柔問候，分享下生活趣事同工作煩惱。不過對對方身體關注少咗就真。要數呢年有冇鑊氣？梗有啦。最爆嗰單係搞出人命，個女伴陀咗要我孭飛。我冇同佢講透同老婆嘅關係，但佢知我哋同住。最後老婆拍板用錢解決，仲逼我去紮埋。嗰排佢黑口黑面，除咗喺仔女面前扮正常，私下完全唔睬我。直到我入醫院紮咗，佢先慢慢解凍。唔知我哋呢種屋企同住，各自揾食嘅模式有幾普遍，亦唔理你點諗。人人口味唔同，識咗17年嘅老夫老妻，冇晒後生嗰陣嘅火辣，但仲有種夾慣夾熟嘅默契。責任同感情原來可以並存。我始終諗唔明點解當年婚內佢死都唔肯開放，離咗婚反而轉軚。不過我覺得自己好好彩，點講都好。世上冇個女人及得上我老婆咁隔我。
講真，傳統婚姻出軌嘅大有人在。正如我一直話齋，氹氹最折墮，為咗圓方搞到自己攰過返工。如果兩邊都理性啲玩開放式，我覺得呢種活法仲輕鬆。呢年我哋夾手夾腳湊仔搞家務，雖然唔敢認叻，但合格有餘老婆都讚我有進步，仲講笑話早知咁好早就應該是。最近問老婆想唔想繼續落去，佢話要諗清楚。不過我估佢實會 say yes。有個識你17年嘅人，3個仔女嘅老豆，熟到入晒骨，冇咗床上運動，婚姻到最後咪就係變親情咯。我哋而家親過親人，有偈傾，有包容，有信任，keep 住呢個 mode，對兩頭家同3個細路都係最好。社會越嚟越開放，第時實多啲人玩自己套。我哋而家係小眾，話唔定遲啲變主流。實有人鬧爆男主角，話鋪呢啲嘢教壞人。但真實紀錄嘅意義就係俾大家睇人性有幾複雜，個世界唔係非黑即白，唔寫出嚟唔代表唔存在，寫咗出嚟亦唔會搞到天下大亂。想偷食嘅人自己識諗1萬個藉口，所以咪當睇故仔咯，人生百態其中一款啫。今期講到呢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